大家好，我係來自6A 班嘅鍾子瑩同學。今日我要講一個名人故事。咁佢咧就叫做史提芬霍金。佢喺好細個嘅時候已經想做物理學同天文學嘅研究。喺17歲嗰一年，佢入到牛津大學，但係好唔好彩，佢咧就患上咗會令到佢肌肉萎縮嘅勞加雷病。喺患病嘅初期，醫生都對呢個病係完全冇辦法，但係佢仍然冇放棄佢嘅研究工作。佢喺最後排除萬難，終於同另外一位物理學家彭羅斯證明咗著名嘅奇性定理，同埋佢哋兩個仲喺1988年一齊獲得沃爾夫物理獎。咁當時佢嘅行動已經出現咗好多問題㗎啦，但係佢仲堅持要繼續去做佢嘅研究，所以我覺得佢係一個好出色嘅科學家。霍金憑住佢堅毅不屈嘅意志，成功戰勝佢嘅疾病，證明咗只要你堅持落去，乜嘢障礙物都唔會阻礙你嘅成功。多謝咁多位，拜拜。